尋日分享咗我哋點樣嚟到碼頭，一嚟到工作人員就會喺我哋嘅船飛上邊貼一個排隊登船嘅編號。我哋嚟得早，所以排到01，表示係第一批登船嘅。喺候船室等咗一陣間之後，就聽到廣播叫第一組開始登船啦。攞住船飛同埋護照，好快就辦理好登船手續。我哋行李唔係好多，所以冇做到託運。檢查行李都相當嚴謹㗎，因為有好多嘢都唔可以帶上船，例如電水煲、捲髮器、生肉、水果等等都唔可以帶上船㗎。檢查完行李同埋辦好出境手續就可以登船啦。上船都好有儀式感㗎。呢艘船總共有13層，客房主要分佈喺8至到11樓。我哋住嘅係海景房，分佈喺電梯嘅左右兩側，一邊係單號，一邊係雙號。攞到船飛之後，記得睇下同行嘅朋友嘅房號。如果分別有單號同埋雙號嘅話，咁就代表你哋嘅房間係分開咗兩側，因為中間隔開咗幾排內艙房，要去朋友嘅房間都要行幾遠㗎。咁就建議早啲同旅行社溝通下，睇下可唔可以換埋同一邊。去到客房啦，睇下我哋今次住嘅房間先。入門口嘅左面就係洗手間，2張單人床，乾乾淨淨。床頭有一個電話，可以用電話打去服務台，亦都可以直接打去朋友嘅房間。登船嘅時候，所有房間都已經開咗，房卡同埋每一日嘅日報都放咗喺床上面。呢張房卡一定要 keep 好，因為所有消費都係用房卡㗎。如果俾人執咗攞嚟消費，你就要埋單㗎啦。洗手間唔係好大，不過所有設備都齊全。沖涼嘅係一個浴缸，出入就要小心啲啦。我哋係第一組登船，所以一放好行李就趁人少少，即刻去甲板嗰度影黃昏嘅景色，再去參觀下其他嘅設施。另外喺夜晚仲有一個逃生演習，呢個演習係分區進行嘅。船飛上邊會顯示咗集合區嘅編號，我哋集合嘅係 D 區，所以我哋都早少少去揾一揾個位置，然後趁人少少就去12樓嘅自助餐廳食個晚餐。食完晚餐就聽到通知要去到逃生集合區嚟到聽呢個逃生演習，呢個係法例規定一定要做㗎，所以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去。其實為咗大家嘅安全，我覺得呢個程序都係必須嘅。去旅行除咗開心，安全都係好重要㗎嘛。開船啦，開開心心，平平安安展開我哋5日4夜嘅郵輪之旅。